好，咁去到正比例同反比例啦。咁第一條咧，佢就話啦，加明6分鐘可以輸入312個字。如果佢需要輸入1248個字嘅文章，咁需要幾耐咧？係咪？嗱，首先假設我哋 X 分鐘啦，好冇？咁就即係首先第一樣嘢，咁就6分鐘，咁就對 X 分鐘對翻6分鐘啦，咁就即係跟住就1248對翻312啊，係咪？好啦，咁你首先第一樣嘢，咁你就將佢即係乘過去啦，係咪？咁你就會做到咧，答案咧就會係呢個叫做24分鐘啦，得唔得？好，嗱呢個位其實你將呢個數乘過去，咁就 OK 嘅啦。